1926年，范伟群祖上的大生款东坡提梁壶获美国费城博览会金奖，这是宜兴紫砂第一个在世界舞台的奖项，代表着以丁蜀镇为源头的中国宜兴紫砂成为世界品牌。先人的辉煌已著，这门古老的手艺又该如何在新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呢？传统的紫砂壶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，它没有给你太多的想象力。那我就想寻找它的一种韵律之美，你不同角度它是不同面貌，你不同想法它就是不同状态。你要任何一个面，任何一个角度，它都要表达出美。无相才有更多的相。范伟群给出的答案是这把无相。